大家好，我係嚟自澳門培正中學小六上班嘅童靜希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喺挪威當上感嘆小管家嘅故事。試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哋覺得感嘆係咪好麻煩、好困難嘅事嚟㗎？以前我都係咁樣諗㗎，直到嗰次旅行，我先至發現原來感嘆就藏喺我哋每一個小行動裏面。喺挪威環保做得特別好。街上竟然睇唔到一丁點嘅垃圾，空氣清新，連我哋飲完飲料嘅膠樽、鋁罐都有專門收納佢哋嘅智能屋企。旅行期間，爸爸突然間安排咗一個職位俾我，感嘆小管家。我嘅任務好明確，負責收集全家人嘅膠樽、鋁罐去超市回收，同埋負責規劃全家人嘅11號巴士路線，可以行路就絕對唔坐車。記得第一次揾到超市嘅回收機嘅時候，我有啲不知所措，因為我睇唔係挪威文。個小心翼翼地按下機器嘅按鈕，發現原來有英文説明，我就按照説明嚟操作。當我將第一個膠樽放入去，聽到咔嗒一聲，機器開始自動識別嘅時候，感覺非常新奇。我一個接住一個放入去。屏幕上嘅數字2克羅、3克羅跳動疊加上去，最後嚓一聲吐出咗一張現金券，太興奮啦！我收穫咗滿滿嘅成就感啦！旅行翻嚟之後，我亦都開始學習用環保袋去回收身邊嘅膠樽同埋鋁罐。星期日我就會攞佢哋去垃圾分類回收箱嗰度回收。大家睇，我就係用呢一個環保袋。裏面裝滿咗我嘅感嘆小行動。保護地球係我哋每一個人嘅責任。如果每位同學都可以珍惜小息嘅10分鐘一樣，珍惜大自然，地球一定會越嚟越美好。多謝大家。